聖經出埃及記嗰個記載咗好多神蹟，咁神為咗使到法老王放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就降下咗10災，後來又用紅海嘅海水去淹沒咗埃及嘅軍隊。最奇怪嘅係神多次主動去承認係佢使到法老心硬，即係話使到法老心裏邊固執，堅持唔俾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咁其實只要神話係法老自己心硬，法老固執咁就夠啦，佢唔需要提到係佢使到法老心硬嘅喎。而且咧，上帝好似慌死咧世人唔知道呢個係佢嘅旨意，佢仲要多次去提醒聖經嘅讀者係佢使到法老心硬。我以前咧一直都有一個疑問，神既然使到法老心硬，咁係咪神使到法老犯罪呢？法老心硬引致到埃及人受咗好多苦，咁上帝對埃及人係咪又係唔公平呢？喺呢一集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下一啲我自己嘅睇法同我自己嘅發現。首先，我哋重溫一下嗰啲係埃及嘅神蹟同埋災害。為咗要證明摩西係全能嘅上帝派嚟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摩西就叫佢哥哥亞倫將個手杖掟喺個地下度變做蛇。法老身邊嘅術士亦都有樣學樣，將佢哋嘅手杖掟落地下度變做蛇。最後亞倫嘅手杖所變嘅蛇就吞食晒所有其他術士所變嘅蛇。埃及法老王心裏邊剛硬，唔肯放以色列人走，於是上帝就喺埃及嗰度施行咗10災。第一災係水變血，第二災係將青蛙從所有江河跳到上陸地嗰度去騷擾人民，第三災係跳蚤，第四災係蒼蠅，即係烏蠅，第五災係瘟疫，第六災係埃及人身上都生滿瘡，第七災係冰雹，第八災係蝗蟲，第九災係黑暗之災，第10災係屠殺所有嘅長子，無論係人或者係動物。之後法老王終於肯放以色列人離開埃及。以色列人離開埃及之後，日頭有雲柱，夜晚有火柱引領佢哋行嘅路。後來上帝帶領以色列人去到紅海邊嗰度安營，突然發現埃及嘅軍兵追殺佢哋，上帝就引領以色列人過紅海，並且用紅海嘅水去淹沒咗埃及嘅軍兵。喺出埃及記新譯本入邊呢，提到法老心裏剛硬係17次，法老心硬1次，法老心裏固執1次，總共係19次。咁喺呢19次裏邊呢，提到神使到法老心硬呢，總共係有8次。出埃及記嘅線形結構總共分5部分，咁而提到法老心裏剛硬嘅呢，全部都集中喺 A 同 B 呢兩段。但係其實 A 呢一段呢，只係出現過1次嘅啫，而其餘18次提到法老心裏剛硬，全部都係集中喺 B 呢一段。而 B 呢一段呢，就係講埃及嘅10災同埋過紅海事件。上帝主動承認佢使法老心硬，總共有8次。喺 A 呢一段嗰一次呢，就已經係承認咗佢使法老心硬噶啦。而其餘18次再提到法老心硬嘅呢，當中有7次係上帝承認係佢使到法老心硬嘅。全部就喺 B 嗰度，咁使到法老心裏剛硬係咩意思呢？就係佢唔俾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咁喺 A 呢段呢，上帝係預言法老會心硬，同埋預言會行好多神蹟奇事啫。咁到實際真係發生嘅時候呢，不嬲都淨係講法老心裏剛硬嘅啫。神喺第6災之後呢，先開始去承認係佢使法老心硬。咁而喺10章1節係第2次上帝去承認佢使法老同埋法老嘅臣僕心裏剛硬。呢一度係唯一一次咧，上帝承認係佢使到法老嘅臣僕都心裏剛硬。咁而呢一次咧，就喺蝗蟲之災之前，但係當嗰啲臣僕一聽到蝗蟲要嚟嘅時候咧，佢哋就即刻勸法老俾以色列人離開啦。上帝多次主動承認係佢使到法老心裏剛硬，咁係咪神做得唔啱呢？神係咪應該為法老心硬唔俾以色列人離開嘅決定負上責任呢？究竟法老有冇罪呢？法老嘅臣僕又有冇罪呢？對於呢啲問題，其實出埃及記入邊有好多資料俾我哋自己去判斷。點解要花時間去判斷呢？因為聖經裏邊提到法老心硬19次，聖經入邊重複代表重要。重複19次代表非常之重要，代表上帝有好重要嘅信息俾我哋，要我哋去學習。上帝用咩方法使到法老心硬嘅呢？我哋可以睇一個好典型嘅例子，就係過紅海事件。呢兩幅圖都係以色列人出埃及過紅海嘅路線圖嚟嘅。首先我哋揾下紅海喺邊度先。紅海喺呢度，好似個手掌舉起2個手指咁樣，個 V 字手勢咁樣。
呢個 V 字喺度。右邊呢幅圖咧就以色列人喺蘭塞疏割起行啦，跟住就喺呢度過紅海啦。但係左邊呢幅圖就好奇怪啦，佢唔係過紅海，佢係過蘆葦海喎。原來有啲聖經學者就覺得紅海呢度太闊啦，以色列冇可能一夜之間就可以過咗紅海嘅，咁可能係聖經翻譯錯誤，應該係 Red Sea 唔係過 Red Sea，咁應該係過蘆葦海，蘆葦海喺上邊嗰度夠窄咁樣，咁所以佢哋畫到路線圖係咁樣啦，喺呢度過啦。但係我哋唔知邊個講嘅係啱啦嚇，因為以色列人過紅海係3500年前嘅事啊，可能啲河道都改變晒，可能當年呢度有條好窄嘅河。即係喺紅海呢度伸展出嚟有條好窄嘅路俾佢哋過啦嚇，咁唔知噶嘛。咁但係 anyway 咧，我哋用右邊呢幅，因為個圖又清晰啲，又真係過緊紅海。咁以色列人咧出咗埃及之後咧，佢哋目的地係去西乃山，西乃山喺呢度啦。咁聖經學者估西乃山喺呢度咧，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先知以利亞佢曾經喺別是巴呢一度喺度食咗啲天使俾佢食嘅嘢，跟住佢仗住呢個天使俾佢嘅飲食嘅力咧，就喺度行嚟西乃山行咗40晝夜。咁聖經話咧，雖然非利士路係好近，非利士嘅路咧就係呢條路沿海呢路，因為非利士人係住喺呢一度嘅。咁即係話咧，唔理啲聖經學者估西乃山喺邊度啦，但係聖經話其實如果當時行非利士嘅路咧係最近嘅，係去呢一個西乃山嘅。但係咧，上帝驚啲百姓見到戰爭嘅後悔，就要翻去埃及，所以咧上帝要佢哋咧繞道而行。咁即係話原本應該行呢度，但係佢哋繞道嚟咗呢一度。去到以坦嘅時候咧，神叫佢哋轉回過來，即係嚟到以坦佢哋要轉翻過嚟，跟住嚟到呢度。比哈希錄同埋密奪中間對住巴力洗分去安營，咁以色列人咧駐紮咗喺呢一度，後來就喺呢度過紅海嘅。咁以色列人咧喺呢一度又兜路啦，又翻轉頭啊。咁喺埃及人眼中睇咧，原來佢哋以為以色列人咧係迷路，曠野將佢哋困住咗。咁法老同佢嘅臣僕對以色列人嘅心就改變，就係佢哋後悔啊！佢哋就話：唉，我哋做咩俾以色列人走啊？等佢哋唔再服侍我哋究竟做咗啲咩事？於是咧，法老嘅心就剛硬啦。上帝都承認佢使法老嘅心剛硬啦。上帝後來咧亦都話，佢唔單止使法老嘅心剛硬，佢使埃及人嘅心都剛硬。跟住啲埃及人就跟住以色列人落去紅海，後來當然就係俾紅海兩邊嘅海水淹埋咗，全軍覆沒啦。出埃及記裏邊提到法老心硬咧，總共就有19次啦，其中有8次係上帝承認係佢使法老心硬嘅，咁加埋埃及人心硬嗰個咧，就總共有20次，而20次裏邊有9次係上帝認咗頭，係佢使到法老或者係埃及人心硬嘅。最後埃及嘅軍隊被紅海淹沒，神會唔會太過分、太殘酷呢？首先，我哋睇下當時以色列人嘅人口。聖經話佢哋當時出埃及嘅時候，可以步行嘅男人有60萬。我哋當全部呢啲可以步行嘅男人都係成年男子啦。咁如果當每一個男人都有一個妻子、2個兒女，咁以色列人就大概有240萬人，或者更多，有幾百萬人啦。咁當時埃及法老王擁有呢幾百萬奴隸，喺當時嘅社會嚟講，佢係等於全球首富噶咯。咁似乎法老王一直都係唔捨得呢個滔天富貴，唔甘心放手，唔肯俾以色列人離開，唔捨得呢個全球首富嘅地位。其實對於以色列人嚟講，當時法老王同埋埃及人都係個定時炸彈嚟嘅，因為埃及係當時嘅經濟文化軍事強國，但係經歷過10災之後咧。佢哋知道唔夠上帝鬥，亦都畏懼耶和華呢個神。咁但係畏懼神就唔等於敬畏神。佢哋始終唔服輸，唔肯謙卑。只要有機可乘，就會隨時違背上帝嘅安排。法老王咧以為以色列人迷路係因為耶和華離開咗以色列人，唔再保護以色列人。咁法老亦都自恃住自己有600架馬車，有強大嘅軍事力量，可以輕易咁攞翻呢幾百萬嘅奴隸，做翻呢個全球首富。於是佢係強勢咁去追擊以色列人。紅海呢個局似乎係上帝測試埃及人，刻意叫以色列人又兜路啊，又回轉啊咁。等埃及人以為以色列人迷路，更加咧係以色列人喺海邊無路可退嘅時候，呢個係一個大好嘅時機去捕獲以色列人返埃及。
如果埃及人唔追嚟，咁啊證明佢哋肯謙卑，真係向耶和華呢個神去認輸，以後都唔會再對以色列人構成潛在嘅威脅。但係如果佢哋嚟追以色列人嘅話呢，就證明佢哋始終唔死心，總會咧趁以色列人有危難或者弱勢嘅時候，再嚟追趕同埋攻擊以色列人。上帝為咗要保護佢嘅子民免除後患，就一定要消滅呢一支強大嘅軍隊，去解除呢個計時炸彈。其實上帝使到法老心硬嘅方法就係誤導法老，等法老自以為有優勢，以為能夠翻盤，以為仍然有機會可以留得住以色列人。最後法老全部都輸晒啦，唔單止追唔翻呢幾百萬奴隸，亦都失去咗呢個強大嘅軍事力量，唔能夠捲土重來，唔能夠再威脅以色列人。上帝呢個做法就好似警察去設局去誘捕罪犯咁樣，例如警察會設局去誘捕嗰啲色魔，派出啲女警喺夜晚喺偏僻街道上邊去獨自行走，引色魔出手。如果你唔係色魔，你會中招咩？色魔中招落網，當然係色魔罪有應得啦。你會怪罪啲警察咩？如果啲色魔唔落網，隨時會再傷害人。同樣，埃及嘅軍隊唔被消滅嘅話，隨時都會再追擊以色列人。如果埃及軍隊喺神面前謙卑，唔貪圖呢幾百萬奴隸，唔追擊以色列人，唔走落紅海，唔心存僥倖，根本就唔會死。所以埃及軍隊俾紅海要覆滅，責任喺返法老王同埋埃及人自己嘅身上。呢個係出埃及記嘅事形結構啦。咁 A 呢一段呢就講到摩西已經返咗嚟埃及。咁佢要求法老放以色列人走，法老唔肯啦，就更加苦待以色列人。咁而 B 呢一段呢，就係埃及十災嘅開始，象變蛇呢一段呢，係放喺 B 大段嘅開始嘅。咁但係其實象變蛇呢一段呢，係摩西第一次見法老嘅時候呢，就已經做咗噶啦。咁但係喺 A 大段嘅時候呢，摩西已經見完法老，仲激嬲咗法老，法老就更加苦待以色列人。咁所以呢，象變蛇呢段應該係放喺 A 大段先合理嘅。咁聖經安排佢擺咗喺 B 大段，原來上帝呢嘅心意係要將 B 大段呢一度呢集合晒所有佢喺埃及施行嘅神蹟奇事。其實喺過紅海呢件事之前呢，神已經不斷使到法老心硬噶啦。究竟佢用咩方法呢？呢個係十災嘅表格，準確啲嚟講，係神蹟奇事列表。睇下頭三個神蹟奇事，法老嘅術士咧都係能夠模仿嘅，能夠複製嘅，所以開始嘅時候咧，法老就輕敵，掉以輕心，完全冇危機感。咁當然亦都唔會放以色列人走啦，所以上帝就可以繼續施顯更多嘅神蹟。咁喺第二個神蹟，即係第一災啦，見到摩西將江河嘅水都變成血，佢嘅反應就係轉身回到宮裏，也不把這事放在心上。後來每一個神蹟奇事越嚟越大，破壞力越嚟越驚人。咁喺第七災嘅時候咧，摩西就直情話，佢對住法老話：至於你同埋你嘅臣僕，我知道你哋喺耶和華嘅面前仲係冇懼怕嘅心。咁喺到第八個災害，摩西咧就預告蝗蟲將會嚟到。咁法老嘅臣僕咧先至開始投降，先至開始識驚，就勸法老咧放以色列人走。但係法老嘅心咧依然心硬，直到去第十災。就係消滅長子，法老先至肯放棄，先至肯放以色列人離開。咁所以上帝使到法老心硬嘅方法，其實就係溫水煮蛙。法老喺第三個神蹟奇事，即係第二個災害青蛙之災嘅時候咧，佢開始有危機感啦，因為佢冇辦法叫啲青蛙離開個陸地，翻到去啲江河入邊，佢就唯有求摩西去趕走呢啲青蛙啦。咁喺第七災嘅時候咧，佢甚至話：呢一次我犯咗罪啦，耶和華係公義㗎，我同我人民都有罪，請你祈求耶和華等呢啲冰雹離開我哋啦。咁樣，咁當摩西去求神嘅時候，神就停止呢冰雹啦。咁之後發生嘅神蹟奇事，佢嘅破壞力越嚟越強。但係每次只要法老求摩西，摩西就會求上帝停止晒呢啲災害。所以如果摩西要挾法老，要佢先放以色列人走，然後先停止呢災害。咁法老會唔會更加早放啲以色列人走呢？所以上帝使到法老心硬嘅第二個方法就係等法老隨時可以叫停。喺第二災青蛙之災呢一度咧，法老求摩西收手，
叫所有嘅青蛙離開陸地。喺8章8節呢度話，請你懇求耶和華叫啲青蛙離開，我就一定俾你哋嘅人民離開，向你哋嘅神獻祭。但係後來就當然冇一件事啦。到第二個災害嗰啲失災嘅時候咧，法老就完全冇反應，唔見摩西添。但係去到呢一個第4災蒼蠅嘅時候咧，法老佢哋終於頂唔順啦，就叫摩西嚟啦，就同佢講話：你哋可以去獻祭俾你嘅神，但係你哋一定要留喺埃及呢度獻祭俾你哋嘅神。咁即係佢要摩西讓步啦，留喺埃及，即係唔可以離開以色列啦。咁喺呢個第8災蝗蟲之災嘅時候咧，法老王又開始讓步啦。佢係話：你哋以色列人咧可以去侍奉你嘅耶和華你嘅神，但係只有啲男人可以去，咁即係啲婦女同埋啲小朋友要留低喺埃及。咁喺第9災嘅時候，就係呢黑暗之災嘅時候咧，法老同埃及人咧又再更加頂唔順啦。咁佢哋就話：好啦，你哋所有人都可以去，包括你啲老婆仔女，但係你哋嘅財物一定要留低，就係你哋啲羊群牛群全部都留低喺度。咁終於去到第10災，就係滅長子滅頭生嘅呢個災害嘅時候咧，法老佢哋先至真正投降啦。佢就同摩西講：你哋同埋以色列人都起嚟，離開我的人民出去，照着你們所說的去侍奉耶和華吧。亦都照住你所講嘅，連羊群牛群都帶走。所以上帝使法老心硬嘅第3個方法就係，等法老以為仲有討價還價嘅空間。上帝喺埃及嗰度行咁多神蹟咧，其實都講得好清楚啦。我哋喺線結構呢度睇到就係知道佢係耶和華。我睇 A 同 A 派啦，呢就使埃及人知道佢係耶和華。嗱 A 派呢度是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華。咁佢都講明啦，佢要使法老心硬，等到咧佢喺埃及地可以增加佢嘅神蹟奇事。喺 A 派呢度亦都係咁講啦，法老一定唔聽你嘅話，好使我嘅神蹟喺埃及地增加起來。全個出埃及記提到神咧，特登係使到啲神蹟奇事增加起嚟嘅，就係 A 同 A 派呢兩段。咁 B 同 B 派呢一度咧，就提到係佢要使以色列人知道佢係耶和華，因為呢說話全部都係神同摩西講嘅，所以呢個你字咧或者你哋就係講以色列人啦。而 C 同 C 派就要話等你知道咧，冇神好似我耶和華一樣嘅，即係上帝要顯示佢係萬神之神、萬主之主，等世人知道咧佢係最厲害嘅神，要敬畏佢。咁我哋頭先都提過啦，13章17節嗰度話，神係恐怕百姓看見戰爭而後悔，就回埃及去。所以其實上帝唔單止俾埃及人知道佢嘅厲害，佢都要啲外族人怕佢，知道佢厲害，唔敢嚟同以色列人開戰。因為你以色列人幾百萬人喺個曠野嗰度行嚟行去，咁其他嘅民族係點樣安心呢？當時係弱肉強食嘅世界嚟噶嘛。咁但係埃及呢個超級強國都輸俾以色列人，咁其他民族就當然係驚啦，唔敢嚟同以色列人開戰啦。雖然後來有亞瑪力人咧唔信邪，係都要嚟攻擊以色列人啦。咁但係當亞瑪力人都輸埋俾以色列人嘅話，打輸仗嘅話，咁其他外族人就真係唔夠膽嚟挑戰啦。咁另外上帝要以色列人咧相信佢，跟隨佢，因為喺曠野嗰度咧，上帝要管理呢幾百萬人，佢要有威信先可以管理呢幾百萬人。而且上帝仲係打算同佢哋立約，即係上帝要同佢嘅子民咧有好多嘅互動，所以佢都要俾佢嘅子民了解佢係一個點樣嘅神，等佢啲子民可以相信佢，跟隨佢。最後咧，我發現有一點好重要嘅，就係埃及人咧奴役咗以色列人已經好多年噶啦。摩西出世嘅時候已經奴役緊以色列人噶啦。咁摩西帶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時候咧，已經係80歲啦，即係話以色列人咧起碼被奴役咗80年。咁喺出埃及記12章35節到38節呢度咧，提到喺埃及第10災，即係殺長子之災之後咧，埃及人就好驚以色列人。咁以色列人咧就向埃及人咧索取銀器、金器同埋衣服。咁埃及人咧就有求必應，以色列人要咩佢哋就俾咩啦。咁於是以色列人咧就奪去咗埃及人嘅財物。咁喺38節呢一度咧就話，以色列人咧係帶住好多羊群、牛群同埋無數嘅牲畜同去。原來咧神係藉住咧殺咗長子呢一災之後咧，埃及人真係好驚以色列人，怕咗佢哋，貼錢送佢哋走。
咁所以以色列人咧得咗埃及人好多財物，神咧應該係用呢啲財物咧作為埃及人咁多年嚟奴役以色列人嘅補償。埃及人咧唔單止奴役以色列人，仲殺以色列人啱出世嘅男嬰。咁摩西咧亦都幾乎難逃一死啦。我以前曾經覺得埃及第10災嗰陣時候咧，殺埃及嘅長子咧係似乎對埃及人太殘忍，但原來神只係為以色列人伸冤，為佢哋報仇。以色列人呢曾經喺埃及受苦嘅時候咧，佢哋向神呼求，求神去救佢哋。咁神向依靠佢嘅人呢，係會幫佢哋討回公道。其實上帝使到法老心裏剛硬嘅意思，就係等佢自以為仍然有優勢，唔肯俾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咁神就可以出師有名，施行更多嘅神蹟奇事向法老施壓。咁究竟呢個係神嘅責任，定係法老同埃及人嘅罪呢？不過神喺第4災，就係烏蠅嗰災開始咧，就將以色列人分別為聖，所有嘅災害咧，以色列人住嘅歌珊地都可以免疫，咁就證明冇其他神可以同呢個耶和華呢個神去相比。世人應該喺佢面前咧驚嘆，並且謙卑信服。但法老王同埋埃及人咧心高氣傲，仍然唔肯投降，所以後來埃及人所受嘅各種災害都係咎由自取。如果換着好似我呢咁嘅人呢，一早就向上帝投降，即係你明知道佢係一個咁厲害嘅神，咁應該係會去拜呢個神啦，仲會同佢作對咩？應該唔會啦，係嘛？但係就係要法老呢啲咁心高氣傲嘅人呢，先至會繼續同上帝作對，所以法老都係要負翻佢自己嘅責任，埃及人都要負翻佢哋自己嗰個責任。